有专家指出讲，因为幻象2000只有一台发动机，那各种无法度马上排除，跳伞逃生是唯一的生路。今仔解破新闻，咱特别请吴鑫来为咱整理过去高解幻象2000事故的原因。其中是有飞官不幸殉职，不过冇飞官幸运逃生，咱就请吴鑫来为咱说分明。 是主播幻象2000战机对1997年高机高打，包括这摆的失事，拢总发生9摆事故。咱做来看，幻象2000战机第一摆失事是伫咧1999年，因令去吸到飞鸟，战机就安尼跌落新竹外海，机顶的2个飞官跳伞有成功来得救。也同年的12月第2摆意外，第3摆失事是伫咧2001年，也这2摆事故军官拢不幸来殉职。 第4摆意外是伫咧2002年，幻象2000战机咧执行任务的时阵，哪像甲鸟仔来相弄，也液态用个漏泄。经过标讲煞导火，加在战机顶头的2个飞官是拢无代志。所落来10档拢无失事的记录，一直到2010年，军官使幻象2000战机伫法国受训来殉职。也2013年是第6摆来失事，机顶的2个飞官是有紧急弹射有加救落来。2017年是第7摆来发生意外，第8摆是伫咧2022年，军官随跳伞逃生有成功获救落来。也这8摆头前8摆事故，拢总有7人得救，5个人殉职。也幻象2000战机拢总有6只全机毁损。也这回是第9摆来失事。 飞官发现讲，动力失效是随弹射跳伞成功来得救。看到头前跳伞成功有成功得救的这个记录，专家表示讲，跳伞逃生若袂爱成功，主要讲甲弹射座椅的性能有关系。上重要的就是讲，弹射的飞行高度过去军官弹射了后也是殉职，大部分拢是因为跳伞的时机上过头晚，也是讲受到弹射姿势限制。 幻象2000战机所建议的这个跳伞的高度是2000尺，也飞官要弹射时阵嘛，一定爱冷静，随判断精细，动作嘛爱做确实，来提升准活率。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，咱甲时间交等有主播。